冬如行，愛抵深山。今日德貝美口腔跟隨公益嘅腳步，奔赴河源市紫金縣，一場以愛為名嘅助學之旅就此啟程。抵達紫金嘅第一站，先邂逅地道嘅山野風味，為接下嚟嘅溫暖行程積蓄力量。穿過彎彎山路，我哋嚟到紫金縣最東邊水墩鎮群峰村嘅群峰學校。呢所始建於民國時期嘅校園，承載着235名孩子嘅求學夢。時光喺教舍上留下痕跡，教室裏部分陳舊嘅木桌椅也默默訴講着孩子們求學嘅艱辛。我哋去兩位優秀同學嘅家，紅磚砌成嘅房屋雖樸素，卻藏着孩子們堅毅嘅眼神。父母遠行，童年與山川為伴，但你睇，獎狀係佢哋為自己鋪的路，係一條用勤力指向遠方嘅路。回到校園，愛心物資即刻就位，嶄新嘅課桌椅、打印機、電腦替換掉啲老舊嘅木桌椅，讓孩子們嘅學習環境煥然一新。迎着朝陽，我哋和小學部師生一同參加升國旗儀式，為每個孩子送上裝滿希望嘅鉛筆和筆記本，願呢份小小嘅心意助力佢哋書寫夢想。操場之上，一場墟冚嘅孟可比賽點燃了冬日活力，大手牽小手，吶喊與歡笑交織。我哋用陪伴為孩子們嘅童年留下一段溫暖記憶。教育無界，愛心無價，德貝美口腔始終相信每一份關懷都能為山區學子照亮前行嘅路。暖冬如行，愛唔落寞，德貝美口腔願以微薄之力守護山區學子嘅求學夢，也願呢份溫暖繼續傳遞。公益助學，我哋一直喺路上。